虽然到目前面临欠水、限水的危机，不过极端气候的冲击，下半年雨水有可能阁是用到的。地主议员林养仪上午伫水利局的业务报告，就提醒局长，现阶段上要紧的任务，就是提早为防汛做准备，临时急要发包太阳能设施，避免雨季一来，亲像八八水灾时，盐矿赛事，就因为台风破坑，造成严重灾情。你这段时间都无雨期。后壁这6、7个月前是要落大雨，唔知影。所以你这段时间恁水利局做的是这工作先去做，唔是在无用咧发包太阳能。在我们4月3号大概召开了相关的市府召开防汛市长主持的防汛准备会议。那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各排水的清疏、侧沟、雨水下水道，还有刚才我们的议员也特别提醒了我们的那个抽水站、移动式抽水机。好的，这个相关的准备。我知迄天迄个市长发布新闻，我有看，我提早头4、5天前我也建议的。恁水利局将士望1月咧发包太阳能，你要发包太阳能，迄以后代志。你将士伫雨季还未来进前，你这该做你拢爱做。会中议员讲到大台南的堤防道路，水利局计划设立太阳光电，而且已经有发包议案。对此，局长澄清，目前委托厂商评估设立的只有伫山上区，到目前马龙也未发包，后续也可以伫地方召开公听会，向乡亲说明。今日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